长沙这的广州吧的怎么了嘛？真的，他还想跟我打 PK 上去。今天练得厉害，对无语。我刚刚休息，刚开播。那你也人就是不要太小看，知道不？最近我不敢说话的原因，知道不？那我也是一样。只有还没破100个人，知道不？只有80多个人，真的。这个是什么人气？我30多个人。对我来说的话，最少的一个人气，知道不？不要吹，你这个保险牛是真的，说实话。平时我搞直播的时候，人气什么样子你也知道呀，看过呀，点过呀。没事，密码呢老码色的，这个也没什么，靠的是大哥，知道没有？等一下，还想给我当面，我怎么把你1分没有的把你打到西藏来了的？这位想多了，你想多了，知道不？好，你最后来一个人气就去投他兄弟们，直接收他就可以了。兄弟们，广州吧的，现在广州吧的像自己一样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下兄弟们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大红呢陪我们来关注去接入的，真的。开心女孩你在哪里？我在家里。美女你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，真的。关注我马上过来。24个小时随时都可以来，美女，真的。你在哪里，美女？真的。肯定喜欢呀，我是帅哥嘛，肯定喜欢美女呀。帅哥的，说叫嘛的好帅。不用叫，人家就叫我的，我没叫，知道不？呀，重新来，这次没有破百，票少的闭嘴，我们两个好好打一场。这次我根本就没有拉票，知道不？好，那现在拉呀。现在我好好的拉。哥哥，能不能？怎么了？有，家人们点点关注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直播间里面有100多个人。冲冲是来不上，刚当个拿起锅煮。来，现在重新来啊！票说的闭嘴啊！票说的闭嘴啊！小来了，票说的闭嘴，家人们，不用上日期，就不用上墨镜，就一人一个小心心。直播间里面有1100多个人，一人一个小心心就可以，兄弟们，1130多个人，真的。我们的直播间不像他们的直播间，兄弟们，我们的直播间有人气，真的。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没有点关注的帮忙这里点点关注一下，谢谢康巴小子，谢谢玉俊。哎呀，谢谢，感谢家人。欢迎我的40几个大哥。工作去9个多个。我的大哥来了，发誓你完蛋了，知道不？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兄弟们，其他兄弟们点点赞，点赞加油，点赞，点赞。哎呀，真的是的。感谢康巴汉子。人气一点点上去就马上就那个了。什么原因嘛？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家有没有大哥打一下对面的那个妈妈？你自己就是妈妈，知道不？对面打一下那个单身，知道不？我是帅哥，不是一般的那种。我是帅哥，我是单身，我是一年死了37个男嘛，死了，知道不？你一个都死过吗？找得到吗？不想找，知道没有？推荐呢，来家人们，咱们家有大哥的话，支持给的，我学习2批了。12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12个小星星，欢迎钢击吧大哥。12个小星星，几把爬上不走，没这个小星星的，12个小星星，兄弟们。直播间里面有8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。现在的人气慢慢就上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兄弟们，就这样 ，OK。最后6个小星星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这才是团结，真的，这才是团结。最后6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6个。欢迎8899大哥，8899大哥，能不能帮忙一下？6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6个人的，5个人的，5个人的。最后不同的5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，兄弟们？5个人的小星星，那马不的去敲上个人呢？兄弟们，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最后4个人的小星星，不同的，每人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不同的，每人一个小星星。最后3个人，兄弟们，加成够了，兄弟们，加成够了。我们不像对面的小拉拉啊，不像他一样，我们加成过得快，真的，有实力嘛，有人气嘛，所以就是加成过得快。感谢抖音官方的这么好的平台，真的
这么好的平台，抖音官方、抖音爸爸，感谢啊，真的。1.5倍的加成马上就到了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马上就到了，能不能来一个热气球保时捷，兄弟们？热气球保时捷有的话，3、2、1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！现在上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美女们，有什么就上什么，兄弟们！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！直播间快到了1000个人，兄弟们，每人点一个关注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兄弟们，每人点一个关注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的小号点点关注一下。现在热气球墨镜有没有，兄弟们？热气球墨镜保时捷，你妈老总，对面来呀，对面小来了，给个压力呀！我怕这些直的掉的啊，话就直接那个。那掉了就掉了嘛，又开一个嘛，对。胖宝他把这抓的这儿没掉，那要开的，掉就没那么掉，我去，胖宝掉，这家掉了，你家要个钱，我的。抓了，这对两个菩萨过来了。点赞关注。兄弟们，小心心，墨镜有的话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。平平安安，欢迎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大哥。哦，平平安安是美丽的一个美女，真的我喜欢她，真的我喜欢她那个美女。啊妈！真的我喜欢。哦，开心美女来了吗？哇，开心美女发是漂亮的很。那个美女也是我喜欢，真的喜欢。兄弟们，喜欢就放在心里，没必要跟我说呀的。没说你呀，真的是的。我说我自己的家人们，说你干嘛？我们两个见都没有见过面。啊，妈，你喜欢我了吗？没有。发誓。妈呀，看他就吃醋了，家人们。我平时说话一样说的时候，他就吃醋我了，没必要吃醋呀。我女朋友太多了呀。重新来啊！刚刚我掉了嘛。呀，重新来。你妈了操！我过程吗？避免。随便。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快到了2000个人，兄弟们，快到了2000个人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。热气球墨镜有的话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热气球墨镜，感谢开心姑娘，你知道啥的？这叫美女送来的玫瑰花。对面有美女上票，家人们，咱们家这边有没有大哥？上了呀，给你吃醋个不是？什么吃醋不醋？真的。没事干，跟你吃醋干嘛？哎呀，谢谢老婆送来的玫瑰花。谢谢我的亲爱的开心姑娘送来的玫瑰花，真的。欢迎秦斌哥，直接叫亲爱的。谢谢亲爱的宋哥。谢谢。其他的大哥大姐说给美女们，小星星墨镜热气球有的话，能不能团结做一下，兄弟们？能不能团结做一下？开玩笑啊，开心姑娘不要生气啊！你妈了，这礼物洁癖摇做的，最想去干做的，真捉弄的。开玩笑，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的一个男的，真的。一个女的哎。干出嘛？对，干出去他，干出去，真的。我们直接拿下来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镜，可以吗？直播间里面又快到了1000个人，98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镜。哎呀，这些第一个墨镜谁来，兄弟们？第一个墨镜谁来？一个一个的拉粉丝，虽然今天晚上人气不是很好，但是我粉丝能拿得到，兄弟们。5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。5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心心，5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心心。感谢。我现在开始小心心做一些，有没有小心心的？谢谢137了，我拿到了，兄弟。我迷你小心心。迷你小心心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人小心心。哦，够了。欢迎点子多姐个人去，欢迎137了哥。欢迎白马菜的哥哥。哪里有白马菜的哥哥？感谢哥哥，最后一个小心心就差一个了，家人们。我们加成拿到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的双倍拿到了，加成拿到了。现在放松的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兄弟们。等一下1、2、3的时候，直接开一下，兄弟们，直接开，有什么就开什么，兄弟们。我喜欢看着空气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美女们。
妈有些那你弱了些多吧的，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来了，双倍的加成马上就来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来了。现在上，兄弟们！现在有什么上什么，兄弟们！现在有什么上什么。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137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没票的和点赞来是叫的。兄弟们，有没有日期就墨迹？现在是双倍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。现在是加成赢的，加成赢的。那神父要求啊，兄弟要求。没有关注的帮忙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也得关注一下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压力给够了。大掉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墨迹日期就有没有？再给的话，他的4比0了。长竹桥醉牛郎，南塘给马不言，冲冲了不你有贼吧？闭嘴，不要唱歌，知道不？你的声音太难听了，所以就抖音爸爸生气了，知道不？真的。那你声音好听吗？你肯定好听嘛，我是港直播的，知道吗？港直播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妈了操！什么叫港直播的？唱歌的那个最优秀的那个男的。优秀的那我怎么没觉得呢？真的是，你声音这么难听的一个唱的好，人家肯定也会生气的，真的。我就知道港直播的那个吹牛吹比你伟大的很，没有听过他唱歌好听啊。你耳朵聋了吗？眼睛瞎了吗？港直播的都不认识，真的是。不认识就是不认识。藏族出名歌手港直播的都不认识你。我们是给德贝，知道不？德贝老师都不知道吗你？感谢美珠小何帮忙站起来，没有关注。去做惩罚。来唱歌，你必须得唱歌。这次现在没有破杯，给你4比0了。你现在没有破杯，没有惩罚，真的说实话啊。来，哎呀，有名的歌手噻啊，是呗？Mr. 的有名的歌手，你就看一下是不是？算了吧，兄弟们，不用解释他，真的。他小看我就没事，兄弟们。我们用实力来说，兄弟们，一人来一个小星星，真的。他因为是他自己很牛逼，来了不起的那种样子，真的是拽个嘚儿你。好哟，感谢，有票的帮忙支持一下，票的话。哇，现在1000多个人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星星可以吗？人气可以哦，今天晚上这个小号里面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，兄弟们。对面好像没有1000个人吧，兄弟们，有没有100个人？真的，好像没有。我没有人气，我有大哥。你现在有多少个人？人没有，我掉的很厉害的，不拉对的。哎呀，打你就够了的。来，家人们，美珠小号哥，先来一个墨迹好不好？让他看一下，真的。谢谢玉珍美女送来的小星星。欢迎，感谢，有没有其他大哥帮？坐下你。没有票，坐下。我一直在坐着呢。不是，下面，坐地下，不要坐在凳子上。5个人的小星星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星星。小星星不同的每人一个小星星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星星可以吗？欢迎做工奖车，谢谢没错，谢谢。得给你妈了，这刚才把这个加了嘛，上小星星那个加成上的时候。像塞拉姐一样，知道不？你妈了，走！最后一个小星星，谢谢做公家车兄弟。完蛋了，知道吧你？好，这次你真的，呀，来吧他，来吧呀他。要去测量，要去，谢谢。谢谢做公家车兄弟，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们刚好20分钟，没有断播，兄弟们，刚好20分钟，现在。感谢。11点58分钟，21分钟。对，就是这样来，就是嘛，兄弟，就是让他看一下。
感谢。呀，兄弟们，现在等一下啊，现在不用上，兄弟们，墨镜、日气球、保时捷、私人飞机、烟花，烟花，还有那个花子，花子有没有，兄弟们？还有那个抖音以后嘉年华，兄弟们，抖音以后嘉年华，日气球、墨镜、保时捷、私人飞机、战车飞机、小星星、礼花糖、棒棒糖。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去上什么。感谢我们的人气玩家，谢谢人气玩家送来的小星星，感谢木菜，感谢我们的干妈，谢谢干妈兄弟送来的这么多小星星，感谢我们的开心姑娘送来的小星星，感谢我们的江阳彩铃，谢谢兄弟送来的，感谢我们的玫瑰花送的那个大哥，每天晚上都送的礼物，真的，来呀，谢谢美女要去来呀，感谢木菜送来的棒棒糖。对，兄弟们，现在是双倍，1.5倍的双倍，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，1.5倍的加成，还有20秒的时间，兄弟们，再有没有墨迹热气球，兄弟们，再有没有墨迹热气球？墨迹热气球再有没有，兄弟姐妹们？价值上面能不能帮忙上一个热气球的？有没有家人？嘘，现在没有资格说话，知道不？坐在地下好不好？不要坐在凳子上，真的。没有必要做这么难看的一个身材，真的是这个没给我身材不好哎，再求你了，坐下来，你不要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兄弟们！直播间里面有1100多个人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每人我们的榜一将用彩铃点点关注下，榜二点点关注下，榜三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！刚出版的没有关注的，这里点点关注下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兄弟们！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的小号，点点关注做起，有票也行，没有票也行，关注是最重要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免费的留一个关注吧，兄弟们，说不定对面会投他，兄弟们，最后往前上一点点，兄弟们，最后往前上一点点，能不能投他呀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对面来了，兄弟们，你妈了，从来了，对面来了，兄弟们，对面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几门，他没有了，他。感谢抖音官方，感谢抖音平台，来，起来，往回去，往回去。你说你自己身材很好是吧？对。那就把这个毛衣脱下来嘛。毛衣的，你这个人真的是的。真的，那你不是说你身材很好呀？我看一下的，没有。就是你身材不好呀。对，我也不好。你看，起来，往后退，好好起来。两个手抬起来。唱一首歌。这样怎么唱嘛？这样。就这样，唱一首歌。掉了吗他？不要放大，你自己放大呀。你这谁想？你等一下的。哎呦，再去唱嘛，看得到吗？往后去。乱七八糟的歌词，那个叫亚嘎蹦浪巴住什么意思？亚嘎蹦浪下的兄弟们，兄弟姐妹们点点关注下啊！我们的榜一点点关注下，榜二点点关注下，榜三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点点关注下。而且公主八点没有关注的，最近这里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的小号。最近而且公主八点一直没有直播，去哪里喽？你们想我了没有，兄弟们？真的想我了没有？想的话。公屏上面打个想打一下嘛。而且公车吧的最近不好直播。今天你运气好吗？这叫实力，不是运气。真的。你现在坚持了几个小那个了？再做20个服务制。服务制嘛，来达达，
顺带自己当。扶持，不是，我们重新打，前面那个惩罚还可以。谢谢，等一下。我们两个重新打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两个脚杆放在床上。放在床上。放在床上，然后两个手放在地下。再去做嘛，想死，最近想我了噻，真的，我们的家人们最近一直想我了噻，但是我8天9天样子我没有直播，知道不？他们都想我了。天天都看到你在直播，真的。不是正常没有直播，真的，今天晚上是时间是最长的，5分钟样子就又断播了，有6分钟样子就又断播了，就这样的，我不想开，真的。对，就是现在就是这样。今天晚上好多了一点，兄弟们。那媳妇就是怕给是点查出噻。这不就是14号过了的就没事是吧？慢慢。这个月14号是吧？我们的榜一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榜一和榜2、榜3那些都是我的忠诚粉丝啊！发誓，我的大号里面也关注有小兄弟们点关注下啊！打什么时候可以打？现在打嘛来？那重新开始。小兰兰。真的，你们一起打 PK 的话，我不想打，真的太拉了。不是拉，我掉，哎呀，真的。不要紧了。我们两个已经打完了，你在做惩罚的时候你掉了，知道不？感谢西藏这些个这么支持一下，让他看一下，他欺负我，对面的那个扛出把的。兄弟们，现在有没有墨镜？我的大哥一个来了，又大哥一个来了。感谢我的左贡江村，谢谢左贡江村送来的墨镜。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兄弟们。今晚一起群组唱歌吗？不唱歌，一起群组脚杆掉了。哎呀，机油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现在这些哥哥又把我气惯了，这些真的。帮忙暂停。脚杆手上了噻，兄弟，不用练他一直掉了。兄弟们点赞，感谢抖音官方，感谢抖音平台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有一个汉族的朋友，跟他一起聊天嘛。明天晚上唱吗？没有，兄弟没有啊。感谢我的榜一，感谢我的榜2，榜2，点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直播间里面有69个人。我们的榜一榜2点关注一下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真的。榜一和榜2点关注啊，兄弟们。哎呦的，太可惜了，这个真的是。这几天心情也不好了些，这个网络也是没改版，搞得都最塞的问题着呢。那你的老师林志哲嘛，很牛逼嘛，请过来呀。谁是我的老师？他是我的朋友，不是什么老师。那你的朋友也好，请过来呀，他很牛逼嘛。现在是断播的那个啊，不是我打不过你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欧梦。我们两个打大型 PK 的话，真的太浪费了。我赢了。他不要小看任何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有小看你，真的。我没打过。你和把那个你的朋友也好，你的老师也好，把那个林志哲们请过来，你们两个一起打我都差不多。真的，说实话。不要紧啊，看一下就知道了呀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可以上吗？可以。把他请过来，那时候那天晚上你们两个一起打我。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哎呀，真的。虽然这个上面，但是打大型 PK 从来没有输过一次，知道没有？
这些都是剥削些的。你自己是剥削，知道不？你妈了从。我说的话，我给你做惩罚不就行了吗？好，那打嘛。那个 PK 打不打？这样的话，你输了的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客气你啊。你会客气经里面让给。你面子掉了的话，我不客气你了啊。没有啊，一个真的。刚才把这上面输的话，输可是输心服口服才没办定的。你也输的时候不要啊，到时候你现在剥削的蒙不的写上了吗？到时候你啊，我们面子给一下，那个不要说啊。要说的闭嘴，小小都打不过我，还想打大型 PK， 真的是想多了吗你？什么小小的打不过？看一下小小的 PK 都打不过我，兄弟们，现在是1.5倍的加成，这个10秒钟，加成，兄弟们。那个人没行啊，弟弟们有个都没的。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榜一关注一下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直播间里面有800多个人，800多个人，点关注一下，兄弟。榜一榜三，点关注一下，真的。欢迎新进来家人们，咱们家有没有大哥帮忙支持的？打一下对面马路嘛。把那俺小看了几下去。帮忙暂停一下，家人们，帮忙暂停一下，有没有大哥的？有没有帮忙上一个？OK。